泰國政府正喺度尋求國際刑警組織協助追緝曼谷炸彈襲擊嘅作案人。呢次爆炸導致多人傷亡。泰國維護國家和平與秩序委員會發言人溫泰話，可能至少有10個人參與咗策劃呢一次襲擊，其中包括幾名外國人。佢話安全機構同民國相關嘅機構合作，並得出初步結論，認為呢次事件唔係太過可能同國際恐怖主義有關。泰國政府星期三發布逮捕令，並公布咗一名外國男人嘅畫像。當局認為呢一名男子星期一發動對四面佛印度教聖地嘅攻擊。警方官員話，至少仲有另外2名男子有作案嘅嫌疑。監視錄影片段畫面顯示一個人穿着紅色嘅上衣，另一個人穿着白色嘅上衣。